环境部拍算114年开始，要用适当的时间投入2亿8千万的经费来设性别多元的便所，要对原本的623间要增加至少1倍。 性别优先便所的标示牌顶悬有查甫嘛有查某的图样，意思就是任何性别拢会当来用，内面清气、通光，而且每一间拢有隔间，使用的民众拢感觉足方便嘛足安心的。查甫拢有家己的选择吼，然后有坐式厕所、蹲式厕所，然后小便斗都有隔间这样子。免等免排队，入去就用上便所，安尼袂歹。 根据统计，台湾目前有623座性别优先便所，为着要尊重多元性别族群，环境部打算伫未来4年投入2亿8千万的资金，达成118年有1246座的性别优先便所，提供多元性别族群有愈侪的选择。为了推动更多的性别友善厕所，所以我们编列了2.8亿的经费，在114年到118年之间，我们要让这 性别友善厕所能够倍增到1246座。根据环境部的调查，目前有70%的民众是会当接受性别优先便所，嘛愿意去使用。为着要落实平等、多元、甲尊重，环境部鼓励私人企业会当增加性别优先便所，来重视性别多元族群。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